菱条吼，其实伊迄造型真侪款啊。我捌看过有的菱吼是亲像迄个亲像飞龙飞上天，啊有种飞起来的，啊嘛有款飞落来。哎，为什么有的庙是一尾飞起来，一尾飞落来？安尼佫做一对，这是什么艺术啊？其实吼，这嘛是咱后来的人信徒去加入的故事啦。嘿，啊，这故事呢，就是在人讲，在人安尼解说这个故事。啊，这故事往往呢，拢甲咱家己的文化有直接的关系。吼，啊，像咱的这个汉人的文化，大部分拢是对大陆这边遐过来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对这菱条，这菱有的头伫顶悬，有的头伫下骹，吼，啊，这拢是一般，拢是看你要安怎去解说。吼，啊，有个人讲啊，一个头顶悬，一个头伫下骹，叫做翻天覆地啦吼，翻天覆地。啊，有个人就感觉讲翻天覆地啊，这是造反，这唔好。啊，不过其实咱有讲对文化的角度去了解，其实这唔是造反啦。吼，这是因为讲咱爱对这个文化的这个源头呢，咱去了解，啥伊会安尼讲。吼，譬如讲，顶悬，一般来讲顶悬的，一般拢是属于乾啦。吼，下骹呢属于坤。吼，啊，顶悬属于天。下骹属于地，吼啊顶悬属于爸，属于老爸的爸，吼下骹属于母，吼啊所以讲，这个易经的这种讲法呢，吼，就是变做一种不谋离合啦，这就是一种咱传统的这种阴阳的观念，阴阳的观念啦，吼啊阴阳一定要交合，阴阳一定要交合，啊交合才会风调雨顺。我看迄菱吼，伊安尼家己滚伫迄个条顶吼，了伊手会伸出来嘛。我看有当时因有的菱是伸3支，有伸4支，啊有的伸5支，安尼3、4个是无共款的级数，是毋是？还是讲因的迄个形态，还是讲迄当时的因的迄款对菱的迄款想象甲美感，是毋是无共款啊？3支、4支、5支安尼。其实古早吼，较无去规定讲一定爱安怎做。所以你若看较古早，比如讲汉朝啦、唐朝，因咧刻的菱，其实大部分拢干那3指。啊是讲你去看日本咱大多数拢会讲因一寡文化物件，有的拢是为咱唐朝学去的。所以你若去看因较早所刻的，还是有的菱嘛，是共款拢3指。啊尾啊，才出现4指。啊尾啊，佫有5指的。哦，啊毋过伫个上换啦，吼，根据这个学者的研究，应该上换伫个清朝的时阵。皇家就去规定讲，这个5指敢会使皇帝会使用，哦，啊，除了以外，就算你是皇家其他的人，敢会使用4指的菱去做你的装饰，啊，所以咱一般民间有的都敢用3指，上最嘛是用4指尔。所以你若去看咱即马日本时代，还是讲清朝迄当阵啊刻的菱，大部分拢是敢若4支镜头啊尔，袂出现5支的，啊，毋过。伫日本时代了，就无皇帝人好管啦，所以开始就改变吼。像头毛老师讲，有的物件伊的文化随着咱的时间，咱的想法一直咧改变，所以无皇帝了，无人会甲你站头啊。啊，日本人也无可能去管你这啊，所以开始就一寡无共款的现象出现，尤其是伫个咱最近这20-30年新刻的一寡菱，就拢无共款啦，足侪拢出现迄个5指。啊，我嘛捌看过迄个一支条啊刻到尾菱的，所以照你讲，若要以前封条迄个规矩，你若刻这可能就要掠去站头。所以这拢是随着时间转变。啊，古早确实是有一寡规矩，有的是官方定的，啊有的是咱民间吼家己一寡这个风俗，吼安尼一寡想法去分辨伊的差别。对啊，这甲头拄仔咱讲的这个结网嘛是共款。咱若讲对中国大陆的这寺庙来看吼，其实结网足少，对，基本上是无啦。敢若有这皇帝建筑的，或者皇宫口有这个结网啦吼。啊，台湾啥会有结网呢？嘛是因为日本时代了，吼，日本时代了，咱这个文化习惯就变做无共款啦。吼，变做无共款的，咱台湾人呢，咱嘛是希望讲，咱的这身价愈用愈悬，愈悬愈好。吼，啊，佮加上这经济呢，当中日本时代这个尾期的阵吼，经济愈来愈好。啊，愈来愈好呢，啊，大家有钱啊，就想要啊，大家把这钱奉献予这个寺庙，啊，就开始创花水的。啊，佮想要甲大家人这个地位呢，神的地位呢，佮提高较悬呢，所以讲就开始结网。哦，表示讲古早敢若有皇宫会使用的物件，阮遮嘛会使用，阮遮嘛会使用。哦，这是一个文化习惯的这种改变啊，打破过去清朝的这种阶级的制度。